國語，襄王不許請稅。晉文公既定襄王於甲，王勞之以地，辭請稅言。王弗許，曰：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，窺方千里，以為甸服，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，以備百姓兆民之用，以代不庭不虞之患。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，使各有寧遇，以順及天地。務逢其災害，先王豈有賴焉？內官不過9寓，外官不過9品，足以供給神祇而已。豈敢嚴重其耳目心腹，以亂百島？亦為是死生之服物采章，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報之，王何疑之有？今天降禍災於周室，餘一人謹役首輔，又不寧以勤叔父，而頒先王之大物，以賞私德。其叔父實刑且憎，已非餘一人，餘一人豈敢有礙？先民有言曰：改欲改行。叔父若能光裕有德，更正改物，以創濟天下，自顯容也。而叔取秘密，以鎮撫百姓。餘一人其流僻壘於銳土，何辭之有餘？若由是姬姓也，常將列為公侯，以服先王之職。大物其未可改也。叔父其謀超明德，物將自治。余何敢以思勞變前之大章，以添天下？其若先王與百姓和，何政令之為也？若不然，叔父有地而遂言，余安能知之？文公遂不敢請，受地而還。